紐約嘅永恆之火瀑布 （Eternal Flame Falls） 係一個位於紐約西部律嶺公園 （Chestnut Ridge Park） 頁岩溪保護區 （Shell Creek Preserve） 嘅小瀑布。瀑布下方有一個小石窟，會釋放天然氣，點燃後便會產生一束小火焰，幾乎全年可見。呢個瀑布嘅奇特之處在於，即使在有水流過嘅情況下，火焰依然能夠燃燒。雖然火焰可能會被強風吹熄，但遊客可以輕易地再次點燃。瀑布高約30英尺，約9公尺，分為2層。科學家研究發現，呢個火焰所燃燒嘅天然氣比一般嘅天然氣含有更高濃度嘅乙烷同丙烷。呢啲氣體來自地底約400公尺深嘅頁岩層。地殼活動可能導致頁岩出現裂縫，讓氣體得以上升至地表。有趣嘅係，一般頁岩需要高溫先至分解並形成天然氣，但永恆之火瀑布下方嘅頁岩溫度卻相對較低。呢個可能為天然氣嘅形成提供咗一個新嘅地質學解釋。